平時我哋拍攝節目啦，或者係出席活動啦，都要戴 con 戴成10幾20個鐘，有時對眼咧會出現好乾啊，或者有啲血絲啊，即係成個好唔舒服、滑眼嗰啲感覺。諗住話過嚟俾醫生睇下，究竟可以點樣去保護隻眼。我第一次嚟到診所嘅時候係覺得個環境好乾淨啦，好舒服啦。護士咧係好友善嘅，同埋好專業咯，令我對佢哋好有信心，同埋都好放心去交我隻眼俾佢哋嘅。一開始咧，護士好細心地去解釋成個檢查嘅流程係點㗎啦，跟住就帶我去每一架機器啦，咁就有做到驗眼啦，有做掃描啦，同埋有一個係放大瞳孔去睇下檢查個眼入邊嘅結構嘅。因為好多機器自己未做過，所以都會緊張。緊張嘅時候，你真係做唔到嘅。啲護士都會安撫我心情啊，會遞杯水俾我飲啊，好舒服嘅一個檢查過程。醫生好專業咁咧，幫我檢查過後咧，發覺我嘅眼係偏乾嘅，因為長期戴 con 啦，所以變成個血絲啊都比較明顯，同埋係有缺氧嘅。同佢哋嘅視光師咧去揀翻啲唔同造型嘅眼鏡啊，去配搭好多好型嘅框啦。我嘅工作上啦，其實好多時候係唔戴眼鏡嘅，唔想再令自己戴翻 con， 所以就選擇咗做激光矯視啦。一開始其實都有啲擔心嘅，因為係手術嚟噶嘛。但因為呢邊嘅醫生咧係真係好專業，所以我就放心地將個眼交俾佢哋去做呢個手術啦。咁成個手術過程咧係比想象中嚟得快嘅喎，10零分鐘搞掂嘅喎。但係成個過程中咧係唔會有任何唔舒服嘅感覺。首先我係覺得呢邊嘅護士真係好細心，好 nice 啦。視光師咧係好了解我咯，幫我揀咗好多唔同造型嘅眼鏡去配搭我唔同嘅造型。同埋呢邊嘅醫生咧係真係好專業，真係好 pro 啊！我好開心我呢次選擇咗呢一間診所，因為我估唔到佢可以俾到我一個咁好嘅體驗。